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真侪出名台语歌，拢爱描写河边的主题，像讲河边春梦、淡水河边、怀念的淡水河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嘛真趣味，因为这日中文甲台语读起来是共款，这日就是河，河第五条。河就是水道的意思，像讲爱河。现代地理有定义，河甲溪无共款。河是讲一年四季拢有水，啊那溪是干那雨季才有水，唔是落雨季就是干的。另外，亲像河的物件，唔是河，咱嘛讲河，像讲天河甲银河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河溪，古早讲河溪，代表是天河、银河，唔是河，嘛唔是溪。另外，第二个词读做拼命食河豚。咱知影讲河豚，嘛有人讲是刺龟，咱知影河豚是有毒的。也毋过日本嘛有专门料理河豚的刀子菜。拼命食河豚，这个典故是为苏东坡来的。伊讲河豚真好食，也毋过又有毒，伊拼性命危险要食。这句话意思是讲一个人唔知死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真侪天文迷将开大笔钱坐太空船去游外太空，欣赏河溪。也毋过，你的技术也未完全成熟进前，若是赶紧要去体验，就亲像拼命食河豚，替家己性命讲算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河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